会议中倾接，爱会议就是讲，今日要处理代志，当然会当两个方面拢做到上好，毋过呢，你要安怎选择？做你的重视你唔通讲有你的，讲无你，你伫错哦，你伫的讲你唔对，你冤枉，你唔对，以往错事你对，所以咱处事就是第一义，第二义有义务，我这个义务处理这个代志有义务，还有意义啊，所以咱讲呢，啊，会议中倾接。会议中倾接，无义就袂当中倾接。第四，代表认真，代表认真，会按认真治我，所以大家知道有。所以咱是能教会这个素养这个接受素养，对，所以对要对要咱不要不要咱的原因
啊，咱去度人，咱要来度人，带伊出来啊！带出来我咧度伊咧学安尼啦，我咧度人，爱伊咧学，啊，即摆换有诶换错换你去度人，也伊要度人换你飞出去，互伊飞个感用诶，啊，互伊知，互伊看度人要怎度，即嘛是生活较深所以第二生活较深，第三受业入机，受业就是受业，入机就是讲，互伊做人才，互伊会当对示范到咧各种人才，一项一项，安尼会当熟悉。第四，该业服务，该业服务，就是讲伊一寡技巧，一寡毋捌的，一寡无了解，该该该说了后，该了后，该扶持，该附属，就是讲要安怎来照顾，要安怎来附属，尽量讲这吼，尽量咱是咱叫咱朋友去新加坡，听讲新加坡一寡中国迄三等于讲伫咱遐就除了消发新，等于就贴了等于说伊们讲去等于遐，讲要度你个人人甲讲，你这是啥物反动？反迄个反动派啥物？反政府的啥物？啥物邪教？啥物哪会安尼吼？所以讲预算有足济，所以你真诶，学校去叫咱班长们咱嘛看遐真诚心诶，迄一个穷处，就是太看重先心，就叫伊即摆等于遐一间五层楼啊厝，伊要小等要大啊，个人要安怎安怎，其实我就甲祝福讲是啊，就讲无甲祝福是吼，敢毋拄等于吼，后来笑话你讲我心要去度人后人，毋知后人讲就是讲我退了了，有意义啦，有方讲袂甘冒对吼，就即摆的流行
身體有健康，所以醫生作節，身體力行。哦，依法依